哎呦，係啊，各位聽眾，我再歡迎人到轉來收聽分享嘅節目，阿偉未叫我食，誒新嘅節目啊，哎呀，我每個有開，咱就會吸引每隻食。唉，個人鏗啊，要煮食。哦，應該當煮煮麵，等陣特別嘉賓啊，這個禮拜咧是裝，等我未 focus，呀喏，我計諗夾不同佢，哎呀，應該諗物件，不打錄音之後，到啲 clubhouse 錄，when 你 open to public 時就 public，特別就別嗬，嗰部 video YouTube 嗰個攤棒啊 ，OK， 這個禮拜特別嘉賓咧是嗱校長阿龍歡迎 ，Hello。校長本是 clubhouse 本是有隻活動，校長希望你 admin，我就是個聽人講過嘅。嚇，แล้วก็ป้อนแกมตีป้อนแก唔是แกม水啲，唔是ป้อนแกมตี，แกม水啲，แกม水啲咪是我看到你到啲 clubhouse 冇有？有接吻。แล้วก็ป้อนแก即係阿什拉沙是別啦嚇，一直是。派坑嘅，伊無電話，伊無電話。誒，特別啲你唔是講你一個電話被 try 咩？你講你一個我 iPad 特別伊賣，唔知做咩事伊賣，我賣平白。你特別你 try 哦。我係冇搞 update 啦。對 ，I think 是冇，I think 我。你未 download app 咩？伊被13，你未 download app 啊？你貴機啊，就冇咯，別接咯。你有 download app 喎？我 OS I think 是唔知是伊講到特別 OS 14哦，我 OS 唔知是12呢。哦，對，嚇對，明白。然後個有道哥，歡迎道哥。Hello。道哥本是冇 clubhouse。然後個有道哥是 My Clubhouse，伊是 Android die hard fan 嚟嘛？誒，個你慢慢等啊，你個等啊個。我冇 sugar daddy，我冇 sugar daddy，我 sugar mommy help 我。伊冇辦法咯，伊梗係做 Android 新嘅航線嘅咯。然後劍店歡迎我劍店。Hello，然後我劍店那邊，誒，我劍店你個準冇？你吹嗰啲聲，講下。誒，我準喎，一聲到啲 clubhouse 到啲。一吹到啲，一聲到啲 clubhouse 吹到啲 Google 會居然啱喎。是哦，唔知做咩事啊？特別 clubhouse 咁平哦，你人嘅聲咁平。哈，你聲冇咁平較大聲。然後個有300張配劍好歡迎。好，大家好。300張，你300張配劍，你當今到底到嗰個？你定住時到底唔知咩嗨啊明咩？哎呀，撲機！อันนี้เสียเนี่ยอันนี้เสีย是 robot เนี่ยฮะลองเทเดอ robot 是干嘛เนี่ยลองเทเดอ robot เสีย我冇聽到是就正常嘅喎。哎呀ฮะอ๋อ我聽到 robot เสีย哦 maybe 你到啲 clubhouse 聽到數refresh 伊 Bluetooth 啦。I think 唔是 I think 㗎啦，應該啲阿毛菇咯，唔是毛菇校長你講下。這是我諗電視啊！嚇咯，這是 I think 我是係冇等陣 Google 嘅時，我哋會 quit 啦，到底嚟。Google。My God，這是人 Google，哇！你看應該點？哇！應該點？導致啊！我 hijack 你 clubhouse 咁雜。อันเดียวว่าตัวเบquit แล้วก็จะ start quit ตัวนี้ว่าrejoin 可能ตัวนี้係較好笑，但係先 join now 誒，真係幾好笑。個點似阿手拉沙 ，OK，so 有幾好笑喎。我古早讀個考生有啲問題 robot 聲，我是 refresh 這唔是 Bluetooth， 唔是，這是 Hangout， 這是 Google Hangout， 唔是 Hangout，伊用唔是，這是唔是伊嘅數碼嘅數，伊嘅 software Google Hangout 嘅 software 寫出來呢。類 broadcasting 嘅 software 係啊？不過喂 Google Meet 到底 Google Meet 哦，我等我話。
哈，奇怪，等下我換者個特短期看較好些。哎呦，個未喎。隔了人公王看有 robot 咯，就是講不，你我在 issue 上面。喲，但我特別copy，我特別冚，因為我貴喂。這是我的聲，伊個聲個了，我 computer 的聲個了變咗去。Google 啊，即 YouTube 人等嘅，我 pause 我 recording 啫。OK， 我 recording pause 下，我記住我 record 對啊。meet。咩？變咗個河路喺度啊，咪都停嘢咯。OK 啦。我這是哦，這 clubhouse。這 clubhouse。我是 blur， 我成個英國點講嘅。哎呀，咁肥喎！死咯，頂時我係 look back 嘅時候。等陣我係 check。是就係白妹配對啦，係迄個國道。我家己偏家己是食那是乜咯？佢淡薄喎，佢淡薄啊，較好啊。Rodecaster Pro Stereo Testing 咱講話看 Clubhouse 人，唔是 Google Meet 人。Hello Lucy 啊，個別個。Hello B， 但係我到 Google Meet 聽伊們是a bit distorted 咯，像阿森垃圾講嘅話是。等陣我唔知係唔是 Google Meet。等我歸位 Google Hangout，maybe 是哦，maybe 叫特人出一個接啊。冇，伊人免伊人都冇數，我呢，我出本得本未喎，我出冇啊，我但係聽阿森垃圾講嘅時，滿是 distorted 到 Google Meet。哦，我突然我quit 位 Chrome 嗰時，我 start 過看看有。你 roadcaster play effect on 樣嘅了啊？呀，我哋 quit 位 Google。後面半邊啦，半個簡單嘅㗎，別卡派出。recording 嘅對一啲。OK， 等陣 testing，有兩講話。OK， 佢接嚟到對啊。OK，YouTube 人 sorry 啊，兩條你等陣。recording 嘅我聽條浪啊，而家講話看個有 ENL。但我講嘅是最啊，假如你接物件點先到幾時？阿森垃圾唔知食咩，食飯㗎係咪？白妹配對啦，三學豆。喲，按照你成個下面物件除掉，下面物件行落去就對咧。我你講是 assembly line 嘅。我正特別你 assembly line 成個時這邊多邊兩隻邊兩呢？唔使食啊！我係啱啊，食三路啱唔使食。hamburger steak 有 roast 三行四行。hamburger 做工是就是食。你做即係邊咧學嘅嚟 check boy 時，你叫伊去出去買McDonald's 啦。哦，咱當然是要做咩？咱話第上面我未記啊，我 Clubhouse 掉。但我講介紹嗰一半是介紹裝下我介紹佢咧，唔是我介紹啊，三百八張配件好，嚟，三百八張配件好啦，唔是你嘅問題，就是我嘅問題。嚇，然後你當然到咯，你講？到 Curaçao。上個定住㗎啦。我那定住到英國嘛，到倫敦。哦，你直接冇石位去數去做工啊？背去。做工。哦。do record 2 weeks 啊。哦，嚇！我 record 到有 record。YouTube。我 YouTube 嚇 ，YouTube 有見到，我 check 看。我啲4搞正嘅啫。OK，係啦。特別有人教我報數 YouTube 嘅即新嘅 show，Clubhouse 嘅 post 佢 Facebook。我嚟辦咯。嗱，感謝。我嚟辦咯嚇。我就是冇嚟講，其實即係咧，自出咧，自問題我是頭部報啫啦嚇。然後好個就係後天我打排球。然後這個禮拜咧，我會介紹各位，冇，這個禮拜話題就是冇啦，會介紹了
但我只會介紹到嘅講啊，暫時啲講我講好。冇介紹 Clubhouse 嘅人個。Clubhouse 人咧是即係你話我俾講 Clubhouse 話題就是有冇未尋想可能即係人尋想話俾安怎叫學嘅話 Clubhouse 會叫咩？你當然 Clubhouse 大白嘅邊呢度你攞冇拼啫冇擺入來啊，等我拼。群嗰個。應該係咪聽到你講啊？係群嘅。你愛群咧，你又講緊多聲啊？啊？你愛群咧？群嚟嘛？你開個 link 可以多聲。伊冇開。你 OK 在 Clubhouse 特別見特別是阿蕉咯，特別喺邊阿蕉係寧，了個有。Hello，大家好。阿蕉是我嘅水監，所以特啲喺邊有一啲水監。แล้วก็โปรแกรมตีมันจะได้สวยงามไหมฮะโปรแกรมตีมันจะได้สวยงาม特別我講係喎。ไม่เอาคิดวันเทรนเนอร์ปัจจุบันซีเนี่ย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นการกินจุดไหนกลับเฮาส์สิรู้ตัวไม่จูว่าเทรนเนอร์มารู้ตัวกายังว่าอย่างฮอกเกนว่ากายังแล้วจะอย่างแล้วก็เบสไซกองหัวหนึ่งเบสไซกอง Hello，大家好。แล้วก็是叫咩啊？蕭劍湖，蕭劍湖，歡迎蕭劍湖。蕭劍湖真嘅啊，當佢一 set up。蕭劍，當你讀 club deck 還是 clubhouse？我嚟 clubhouse。clubhouse，OK。แล้วก็ตามมาจะ好心過去教人學人講較濟幾個事聽去在2點照使歡迎你交出未？大家好，交出啦！交出啦！然後一本是到啲做啥？本是渣到真正對到啲變嚟學嘅。你只怪古本都學 Clubhouse 佢是 join 下，做使夾 club 啊！幾個背後我看到，我就咁教佢隻人嘅爹。我咩話？我就去隻人爹。แล้ว聽我講就坐咗接嚟嚇，做使。玩咯。而家快啲諗，我咪是盧，我嘛是。我嘛是，是啊，所以我咪只 influential。人哋我冇朋友啊，激死！我到啲 clubhouse 冇朋友特別照啊，朋友接嚟嘛。一當見你我特別介紹啫。諗下講學 clubhouse 啊，我俾學 clubhouse 嘅人，到啲 clubhouse 嘅人介紹學到啲即係 podcast 聽到嘅人，還是 Google Meet 聽到嘅人，係咪是 clubhouse？你俾人家解釋，嗰陣時學你 explain 教一人冇用過 clubhouse，你俾人家解釋。我嚟識講啊。講。我嘅 point of view 伊想個講吼 ，clubhouse 像一個卡拉 OK 嘅經嘅嚇，內邊真正一房間嘅。伊 analogy 調好本咯，成個你去卡拉 OK 嘅位置，伊內面就係房間嘅了。所以伊房間外口咧有聲名，講話咪是鬼，有誒是無聲。所以你送 IG 去袂使誒。所以你使真係開門，成個你 imagine 你去卡拉 OK 嘅時，你真係看到得整個板鬧咗，你使開門就去坐。你坐到門邊啊，為咗聽咯，直播咯。In a business way 咧 ，it is like convention center。convention center 就是讓 rent out 只 room 嘅嘛，嗰隻 hall 啊嘛。所以你直接去後尾聽，開門後尾坐到聽會使誒。安尼看咯，我 analogy。OK，好，我 visualize 嘢，即係本時好。阿龍咧，阿龍你用佢一陣咧嘛？你講下你感覺到clubhouse 啫？我是個用，我是個電腦。伊講啦，真正你們啊，我係是想要講clubhouse 就成個 Facebook 安咯，係啦，有個嘅 community 嘅，然後特別咧，依個 Facebook 冇上嘅所在是一個呢，就是 Facebook 咧是用多個字，係啦 ，clubhouse 是用聲安尼款咯。我是韓國啲韓國 style 點先是冇人知，但係我前面就我是地渣用嘅就你只係 batch 出嚟咗，地渣用嘅就我是嚟點先是冇韓國嘅環境嘅就是實是貴咯，一貴韓國嘅行咯。開新聞，係啦，出報紙啊，係啦，夠人在嗰個 clubhouse 裏面見嘅。我是渣嘅。伊是唔是要出名嘅人嘅時？我講出名嘅人開始用。冇咯，伊是行咁特別
啲韓國是較無相咯，就韓國是用 clubhouse 咧，嗬，唔是響成個人普通嘅人及小嘅人自己裏邊嘅就，樣主要是 professional 自己嘅，主要是 professional 一成 LinkedIn 的呢，所以 start 聽係 professional，一成是 LinkedIn 嘅嗰啲，一成是講 business 嘅物件嘅，所以唔是成個人哋講自己開錢嘅物件，是後來越來越濟人 start 了就係少年家走出嚟，所以用 clubhouse 人基本上咧是兩派咯，我看到頭一派咧是真老嘅。50幾歲、40幾歲、40幾50幾歲做個 business expert 嘅 level 嘅人嚟，就是講 director 嘅 level 嘅。第二咧就是真的少年嘅中午時上變咗是冇嘅咗，所以30幾歲咧管又冇講管，嘅又冇講嘅，冇講少年佢冇講老嗰一排咧是 missing 嘅。但係只看到係啲人，你看到大部分是，有可能咯，有可能。特別諗嘅 Android 第一代 Android 第一brand 是多少咧？韓國深度嚇對咯，深度咯。哦，對呵，條本啊，應該韓國人當然係講伊變咗是韓國少人用是 Android 開嘅是有理由嚇 Android 開嘅是應該都確實人啊。嗰個當今咧，我是做咩事啊？要解釋就係講看做咩事啊？我會到啲 clubhouse 去開房，然後阿龍你甲我鬥相反，就講下 clubhouse 安怎叫。我諗講笑是叫夾小經哦，你一成一間冇上嘅房嘛，然後一成小人經，小人經啊。我是卡古經。卡古經啊，裡面嘛是有冇上經是一間嘅嘛，所以我是 imagery 啲成很小咯，然後個是人叫夾經嘅哦，夾經。夾勁係啦，夾勁。特別夾小，夾勁，阿冇唔係講小，你講曉咯，夾曉勁。啲嘛夾哇後夾曉。係啦，夾小是夾曉勁啦。夾後小是錯啊嘛。是都錯啊。夾小是個錯咯。夾屁夾屁夾小夾屁夾咁配經。咁配嘅夾都冇聲，咁冇聲意思，咁配唔是這個意思嘛？咁配唔係咁配是冇。我諗試下啫，我諗試下啫，因為我是解釋佢種樹我笑變嚟學嘅，我參嘅時我是一個月唔參，一個月就參我就接到咧，我就感覺到頭一人我想到，老實講我頭一人就是想到阿龍成，因為我感覺到，因為人講你語言嘅話，你特別是咱用話講嘅嘛，咱講嘅話係咪是用嘴講咯？你變做你無法，你要 discuss， 你要參詳嘅一種嘅代志，一個話題嚟講，你特別用嘴講嘛。所以我就是想到，我講哇，你可能是對即福建嘅即個活動本是好用啦，用嘴講嘛。有我度想到啊，我頭一人就是每個要做哦。啊，點解頭一人嘅 invitation 時候錄啊？阿龍。對咯，應該是咯。有啊，你是 just start 你都度講啊嘛，一個月一陣時度講啊。แล้ว我看你幾個月 join，你可以講下你幾時 join 啊？我本是一個月，你應該是我嚇，你只叫你我度 join 了，你一個月19號，我先是一個月，我係唔係一個月15號 join 嚇？啊對，我即其實我是唔知啥物來，老實講，我只係我唔知頭唔知尾唔知怎用嘅。但即其實我成日學了幾節，我就感覺到，嘿，你可唔可以做？我就想講，哎呦，我希望係原來福建咧有一個寫一個 club 到底合併啊！依 club 咧就是呢 clubhouse 南邊是一間房，特別一房係如果係做無像社團嘅即個 club 家己係做依 club 你會有興趣嘅話題啊，什麼哦？然後後尾想要做邊啲福建嘅咯。有先冇呢影嘛？先冇呢影，我條寫片，我係先要拖，我又寫去拖嘅，你條另外寫字去拖，哇！即係成個粗簡單嘅。講特別啲開房間賣琴嘅可能。嚇！特別特禮拜特別開房間拍第一刀嘅，所以我特別想開房嗰陣時嘅，梗係使做呢 club。然後特別我冇乜拖冇彈嘛，拖你只你估樣 backlog 就係嘛，就冇法咯。啊，等個我會使自己做時，還是已經去到 already 有還是去到有，你會使到啲 app 裏面會做佢哋
拖嘢 club 咯，係使家己開 club 咯。所以我就開 club 我就開咯，特別下時期呢，我當到actually好唔難你看，因為學我有點聲聲就講，邊啲學嘅 club 我是100%在講我被開嘅，特別我冇聲就講我被開嘅，就是係你邊啲global Hokkien speakers 嘅，我冇聲掉。係你是我諗用特別個去拍國旗嘅時候，拄到真係無相講福建話人，特別個無相所在無相強嘅福建話人是，係你我就感覺就真趣味。我做個幾個節下，有3個節啦，我話我2個節唔2個節你看啊，就大禮拜個我有開班。2個節有啦，3個節應該冇個啊。แล้วอันนี้คนนู้所以我當今 clubhouse ลอง咁ใจเดียว但บอกมาเป็นนักฮอกเกี้ยน聽真係講咧當今暫時啦暫時依個是跟啊 iOS 嘅有呢 iOS 就俾拍啲用 iOS software 是拍啲就俾13期13是14期嘅用所以那是讓有嚟講有興趣要參加嘅嚇你會使跟我講我有一另外叫你嚇你會頭但係你 link 呢對使去接 member 嘅，伊當然是蝦米數，伊當然是 beta 嘅，伊 beta 就是講伊無開起來，伊當然是啲 test 掉呢，伊無開予大家，無開予其他人用嘅。所以那是講有興趣背呢，讓會使去tweet，真係Facebook 會 message 話，無就是 Instagram 會 message 話。無就是 email 話，所以讓通知我啦，通知我咧是你通知自己啊冠招無毛病冠招啦招無毛病都是你白樣後邊如果只 invitation 個，有個我係 club 嘅 invitation 只 club invitation 就是講伊我免掉你用免用到你家己 personal 嚟咯。你使用 club 嘅 invitation， 我 invitation 冇只隻，點解20嚟啊？冇啦，就用去淡薄10幾嚟我會記。所以那時讓我興趣要參加咧，讓甲我講，那時我哋拖浪接來。英國中有接啊嘛，英國中不接過，我俾聽英國中嘅 impression。冇英國中冇講只 active 特別不接佢。冇，我愛聽呢，聽人講話。我冇咩這物件講咧，人講話，我愛聽呢，先講。做 filler 呢？誒你我impression 除了來邊啲福建嘅朋友都捌去過別個位聽個人講話。冇。我你今日其實去邊啲福建嘅朋友？我今日啲對福建話嘅朋友呀。我今日對福建話嘅朋友。有嘅兜嗰陣時我傳嚟講阿莫話嘅，是後條介紹話嘅，แล้ว有嘅兜我聽到。人講阿莫話特別是 Manglish 啦 ，Manglish 我本愛啦，因為我少諗馬來西亞嘛，你去咧嗰邊店 Manglish 嘅，Manglish 嘅嗰邊店啊是講福建話，特別我係看法呢，我買得罪啦，特別我是人食飽無用嘅人，未都拍國家白嚟食飽無用嘅啦。要不即係食飽小型，食飽無數啦，唔係食飽無用，食飽小型，是食飽無用，食飽小型，食飽小型，對咯，我不是上款嘅小學本咯。即條本啊，有意思啦。特別你接到 Facebook 嘅啦，咪梗係咪食飽上型嘅人咧？特別我感覺我被聽冇上 opinion 因為你有用嘅人，你即係用到嘅人啦。但係說 OK，so 你看你而家即係調嘅人係，你特別是 immerse into it， 你特別用一轉，但係你用嘅個真正想用嘅個2節3節。有啲對調誒，係咯，真正 addictive 啊！因為對，一真正，因為他們數咗，因為一頭啊，人頭用嘅時啊，你個 algorithm 個阿會調到你嘅 interest 個啊，然後你嘅對嘅人個唔是嘅人，所以 serve 你嘅環境嘅了後是你冇興趣嘅，落嚟嘅，落嚟。แล้ว 介紹下你แล้วรู้น่ะสิรู้用一轉แล้วรู้จูเก่งอีกเก่าอีใจรู้ที่ช่วยหามีจ้ะเดี๋ยวฮ่าเดี๋ยว所以你看你對人本咯你成日都對人哦可能好伊講嘅物件伊話題有興趣嚇你咪對咯แล้ว即係成日講係當今頂一禮拜時我是參加一個印尼阿里啊
頂這禮拜阿里啊，唔是頂個禮拜早。Raymond 啫。啊，冇阿里到底印尼啊，伊講伊講嘅印尼麥丹嘅福建話，係你本就趣味哦。แล้วหาแล้วเลยใส่ตัวเดียวสัง Raymond Go แล้วนะอันว่าแบบไม่ใส่ก้อง嘅 Raymond Go Raymond 唔是 Raymond Go พูดถึงอินโดนีเซีย哦 Raymond 啊冇啊我冇咩參掉 Raymond 講就係話對住走呢到嗰邊點嘅嚇哎呀應該點有兩三間我有隻去小去去 addicted 去是毛毛菇加即係毛毛白啊去 base 先嘅sound mixer 本啊，我看到介 impressive 一句。咪講啦，頭一個。阿話你開呢？就咩？阿咩嘢 monocaster 啊？哎呦，我看了，我冇用本，我冇愛，你假數。好啦，看到啦，我看到我抄白紙我愛。你假數冇想，I mean 伊物件 generally 想啊，特別伊無想。broadcast monocaster 啦 monocaster 是你看來了係咪拍廣告啊嚇拍廣告嚟啊就來毛毛菇來啊好像佢哋是想哦好掉冇等等往時即係電咗就係就是阿 John 咧即係喺啲 soundtrack 嘅你 club 裏邊講起了變成學見 podcast 人กันแล้ว走去俾上嘅字幕度รู้ว่าละ John รู้ influencer 我 influencer 我ก็บอก commission 你而家係 commission What is that? Please tell me right. 我ก็บอก sound mixer 來所以你插落去 microphone 特別你係參把你聲你本身係參把你 feed 入邊咧你做好你嘅聲真係 sexy 你伊變聲嘅嚇actually 只扮幾年咯，特別當今冇人用8con 啊，啫，美金。三六三，伊是小 professional sound desk 啦。affordable professional sound mixer sound desk， 真係 affordable。就是了啦。誒，你到韓國買，你是做啲一個買，你唔是其實 Shopee 入面嘅啊？我冇Shopee啦，我哋韓國嘅韓國嘅 online mall 咯。韓國 online mall，特別一般是 ship from overseas，意思係點？呢是中國嘅寄來咯，應該是中國咯。我等2禮拜啦，2禮拜嘅寄來。你嘅 set 係咩啊？你好揾看啫，你尋買本嘛係？上咯，我往特人買嗰陣上嘅。你依個 boom 啱本啊？嗰 AMG 康康咯 ，AMG 康康，你 boom 啱本啦？哇！咁樣嘅，你伊 stand 你自己呢？超有三支卡咯，有啊。哦，三支卡，你冇upgrade 啊？冇成啊？即係蕉加蘑菇已經 upgrade 去你 boom 啱啊 ？upgrade 咩嘅？upgrade 咩嘅？嚟阿蕉講你阿蕉係困嘅，困嘢啊！一道名稱嘅。哎呀，我頓住。一隻杜蘭，你告訴我講嘛？一條叫外名，我哋出嚟。誒，你是當件事，你當件事到底係你咩 Clubhouse 咩？哦，你是當件事咩？你當件事到底 Monocaster 咩？冇啦，我係我電話邊啊你。好，即係你較細聲啦噃，你較細聲噃。我電話那是冇電咧，我電。裝到最細部話。你啊，英國電話。哦 ，sorry。你是新的毛毛菇啊！毛毛菇冇來時做代表。誒，毛毛菇過去幫助啦，而家去財經啦。誒，當今冇啊，毛毛菇冇啊，當今一頭到底毛到卡色頭整啊，就明啊。OK，阿蕉講話，你 upgrade 成咗，你講話你把你買物件是做咩數學用了介紹最後點啫？哦，所以我把你另外個買嘢係 boom up 啦，所以成個 studio 可能你使係到啲到頂嘅位，然後你成個 click 你買到啲頂面成超關嘅可能，所以你使超你。成個話啦，成個當金啦龍，成個當金，呢個就是我知。我跌到我半記俾，頭整咯。我半記俾。
阿龍啊，都應該係你 commission link 度啊，明嘅。我俾看，你到底你到底有睇嘅哦？我就是不想辦法咯，你就是同意我唔冇別樣，我見咩其實阿會落驗證我 set 好時咧就，特別一定要咁嘅聲咗，所以我哋想講，應該是我到底想寫你咧，我顧電視機啦、modem啦、隔離，所以我不佢哋隔一件房間，一條到頂呢，所以我冇辦法咯。你基本上咱上隻是咱 test 過，咱上隻是咱 test。我咪就拍攝咩就啊。我咪是你那多 office try 嘛，because office 冇人。你使看到位小英咯。真的啦。我看到你小英，你先佢我看咧，特別哎呀 ，anyway。你看你買物件較貴咯，你買物件較貴嘛邊咧，我你電器哦。你別到頂我就是叫我冇半啱啊，所以別慣啊。係啦，長張劍又係啦，你特別你 try 嘛，你 try 夾手起來時看看一聲個有哦。原本我怎麼 try 劍掉本事相關。哦。我夾你 dash 上鍵啊，只係 vibration。係 interference。是咯。嚇。但係咱我就是咱係咱鬼咯劍咩？嚇，我可能鬼插亂咯。咱往我這間房。叫做 sound check 哈，咱只個一個我個一班，個一是啦，買隻 fan club 個我個 join。對，佢只想乖。幫掛。of clubhouse 咯。This is why the one 講伊接對迄個泰英人去講話咧，伊泰英人聽咧，伊個 side effect 是就係開裏邊物件咯。是哦。特別我要問到啲，一部有隻有藝術嘅。我聽講你聽，我讀了到底邊人學嘅那邊會行啦，啷個咁多個睇下咪房間有即對人有個有興趣嘅，做咩事啷調啦？做咩事啷調？做咩事調夾處？因為意思對我嚟講就係近代下咯，你我做工時會聽，對我們出聲。radio 啊，係咯，radio 啊。所以你放就成個 live radio 嗱，可能。對。哦。誒，夾處啊，但係我講夾處係夾處，但係夾處 actually 未派咗咋。因為夾處係是成個成，it's a clubhouse that literally transfer。你一個成個人你在夾處寫一個啊嘛。我是嚟 suggestion 夾社會使哦。夾社會。有意思啊！有時啊，夾社會意思啦，夾社會。我 support 夾出來，夾成隻 club 咯 ，house 要 house 嘛，對，夾出咧，你個隻夾嘅處事，依隻隻間嘅可能嘛，夾度啊，OK，夾處咩意思？嚇，夾嘅處啦，official 叫夾處，冇 unofficial 夾小機。寫 email 嘅 clubhouse 啊，講好 we have just decided。we have just decided that you have a Hokkien name. We represent the Global Hokkien Speakers Association. Congratulations. Hokkien contingent. Global Hokkien contingent has agreed that you must list Hokkien as a language on your interest. 當見邊個冇噶嘛？係咯，actually 冇嗬。但係講actually sometimes 我飛到我自己出面嘅啫。你嗱時講用一家嘅寫一個 email 嘅人其實係講啦，要可能會登咗少少新聞嚟做嘅啫。你寫啦。OK，我可以寫啦。你寫啦，你叫嚇，你時你叫伊啊。我咁時候如何幫一個機會有攤開幫，係啦，個全世界無上所在啦。Because it's a endangered language, a dying language. And we have just decided, our committee have just decided. 你一個叫伊 make sure 伊 list 伊 language 學見，特別一隻字冇 language 冇 list 過。伊同你冇 language 嘅。有啦，你去 Great Club 嘅時，你 Great Club 嘅時要叫你經伊 language 直接有限嘅。唔知咩 Hindi 啊，咩 Mandarin，所以我就經 Mandarin 就。伊連 Korean 都冇嘅。叫 Arabic、German、Spanish。要 Chinese 所在。Mandarin 呀，Portuguese、French。
Indonesian 哈，有 Indonesian 啊， Hokkien is not a language. Hokkien is a dialect. 哈，掉生啊，掉生啊，咯，係叫啊叫啊，掉生啊，但係你冇當，你冇去 clubhouse 嘅數，冇你冇去 clubhouse 嘅數嚟，好啲，講嚟聽，好啲嚟，特朗你講嚟聽話，下面叫做 language，上面叫做 dialect，你講嚟聽話。Language 是錄會寫，dialect 是講話特別聽唔相 ，and it twist and turn and it is more localized and 特別อันนี้ค่อน好咋，อันนี้ค่อน好1932年整啦，1932整啦，變成是無 Mandarin 嘅活動嘅咯咋，變成活動是用福建話教出嚟嘅咋。是啦，你是特別，你是用 dialect 嚟教冊嘛，你都唔是用你 language 嚟教冊。上個我教你阿個話題啦，我對面講用阿莫話教，你就是用 Mandarin 我係講福建話教你阿個話一個題啊嘛，我教你嘅是我 dialect 教你嘛。咁是想啊，你用 Mandarin 教我，是按照 Mandarin 唔是 dialect 咧。Mandarin 你對用 Mandarin 嚟教我嘛？My understanding 啦，我啲 OS 啦，是安尼可能人是講解釋，特別 dictionary 講係咪我是自己冇查過啦。A language means 你會寫本會講。You can verbal and written. Dialect is only it's usually a verbal way of communication based on an official language already. Okay. Pause. 這個 actually 嚇，做咩事我要學這個有機阿三阿三有機會講這個，就是因為真正濟人。我真正濟人，伊本聽邊啲福建人，本是上有安尼 misconception 個，所以來當然好你解釋就解釋。Then 你 try 下，你 just imagine 佢啦，啲邊咧1932年整啦，是冇 Mandarin 嘅 education 嘅啫，所以我等裏邊加齊咧是用廣府話加福建話嘅啫，所以一加齊話，伊咪是有字咯。按照人講福建話袂寫咧。你是想講1932年整嘅是加齊是咁樣用話讀嘅啫，即係我係話講啦，伊是培華小學校長啦，伊開報紙嚟看嘅話咧，伊啲 first language 啦，伊開報紙咧，伊是用海南話嚟讀報紙嘅啫。所以伊係對人字對伊嚟講就是海南話嚟嘅啫。成個香港嘅人是，就是我哋解釋嘅，就是講，your dialect is in the written form for dialect is already based on an already established. Another misconception. 意思是講等人字。OK， 你 try 下，你 try。阿常垃圾，韓國嘅事啊，韓國話冇是用 Chinese characters 嘅。等人字嘅。應該以等人字。Korean 是 based on Chinese characters 嘅。You say based on an established language. What is the established language? What is the established language? You think it's Mandarin? 等我幫人哋講。You think it's Mandarin? Mandarin 是噶學嘅話是上 level 嘅 ，because Mandarin so called established 啦 ，because it was chosen by the capital city as the official language. Full stop. OK， 等學幫人哋講。幫人哋 ，hello。幫人哋 ，hello。OK， 幫人哋。幫人哋。幫人哋講。So， 阿三垃圾 ，mute 者啊，講，你聽啊，阿三垃圾，有混啊話咧，咱嚟用 ABC 面是嗰啲 Latin languages 唔用嘅，你想話？Yeah, is Malay a language or Malay is part of Latin languages? 小姐 ，just because the writing 係咪 language 冇用嘅，呢是一個 system 嚟到就係。So romanization 咧 ，ABC actually 是 from Arab 嚟嘅 ，I think。嚇 ，so it doesn't mean that Arab and Latin languages 加 Malay 嗰啲是相出嚟。講這裡family tree 嘅咋？他媽咧是 system。如果講講 language 嘅 dialect 是 part of just because 係寫字相，意思講係是相嘅。唔是。韓國中講嘅，我 agree。但係韓國中講我冇聽到，但係人講時候，就真係人講。個料是相，特別是係咪人講 Mandarin 是 official，係咪人講即係是。
加啊，做讲啊 ，majority 嘅人用 ，and then 一邊 language 少人用 ，and then it's classified as dialect。哦，no。唔對。OK，我講你講，你在 today 人係 Mandarin 啊，嗬。today Mandarin 唔，today 人係 Mandarin 啊，嗬，都是 Beijing 嘅 dialect 嚟。對，係嚟自 Beijing 嚟。So 你所講人講這啦邊 language 啊 ，because it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the whole country，所以大多是變到這人講嘅話嘢，特別伊嘅頭早就 start 咁就是 Beijing 嘅 dialect 嚟。即我講聽即係。It's the communication of all the Mandarin. Actually，人講我伊是一個 OK， 我冇叫伊做 dialect， 本我是叫伊做北平嘅 Chinese language。OK，Chinese languages 有這幾種嘛？所以 Chinese languages 有廣府話，有北京話，有即係海南話，有上海話嘛？對，伊人各位曉嘅所在講嘅話，都是即係伊嘅語言咯，伊 language 對。因為政府要做經一個 official language， 我用政府嘅所在嘅話呢，伊就而嚟做歸中國嘅話啫。特別係你唔是，係你伊就是，所以真係是 linguistically 嚟講係話都是話嚟，伊無插入 politically 嚟講，但係是 official， 但係無 official， 伊未做伊 language 變做 dialect 嘅。你我講聽另外一個，我真係年我冇 struggle， 我未明白，我未 help understand， 我安怎係咪嘅是係咪 language 係咪嘅是 dialect， 所以我講你聽下呢啊，我個特別 clubhouse 是講這個，你係是 any kind discussion come up 這個起來。let's say look 到啲Europe 啦嚇，Europe 加中國比起來，伊地差唔多呢大地對唔對？特別國家較細嘛，所以伊大人一個國家咯。你嘛是有英國啊、法國啊、意大利人看到，伊人講嘅話嘛是有差唔多什麼我哋淡薄接到有用到你字上嘅。就是上家人有嚟自上家到啲福建話用到，客話冇用到，你廣府話用到。因為伊人無 Europe 唔是一個國家嘛，所以伊無一個 official language， 所以伊家己 individual 嘅國家都是變做伊家己 language。中國，你若是講直接無中國一個國啦，嗰啲是 individual 嘅國，廣州啊，嗰啲是伊家己國咧，伊人都是 maintain 伊人家己嘅話啦，家己 language。我 agree， 我真正 agree 這個 analogy， 就是 because。中國是一個國家 ，that's why 人 Europe 就係個啦不慣 ，that's why 人叫。Having said that 啦，人講一個字啦，像人講，像一個人講 I annihilate you，I annihilate you。Annihilate in the true form of the meaning is 1/10。No, sorry, decimated. I decimated you. Decimated in actual form is 1 to 10. But 那是人講同金人家了講 decimated， it doesn't mean 1 to 10. It only means that I really walk all over you。So sometimes 人寫一個字嚟講啦，伊嘅 actual meaning 加伊嘅用法有淡薄無相。特別我真正贊成是 language 一個字加 dialect 一個字是人本身蝦米人講是 the difference between 人講 dialect 加是人講 language is because traditionally 人當人人嘅 government 當人中國嘅 government officially 講 Mandarin， แล้วอีสิ because อีสิ court a language communication แล้วอีเปลี่ยน講這裡是中國話แล้วเปลี่ยน咗白行話กันแล้วอีหลัง所變個 okay this is just a derivative from the same country which is not true, right? Because as you look dialect is derivative from the language, but it is derived from Mandarin.It's just happened that Mandarin is selected 你咪對。若是講啦，用安尼款嘅辦法，人安尼款真正嘅 language， 人不會使講是會講 language。若是講是用安尼款嘅人嘅 problem 是到底中國啲嘢呢 ？problem 係中國真大數，你變做安尼款伊嘅 language 實實變做無 recognize as language。OK， 人係使講即係是 a matter， 人即係使講是 a matter of 安怎嚇？人講 semantics 啊 ，OK，but semantics has consequences also 咋？
你即係when你聽到，你聽到嚇，你聽到你是 power 了咋嚇，你變咗 language 較要緊。So the misconception of 你白寫福建白寫廣府，就是 because of that concept of language is more superior. Language is more formal because 人佢會寫，佢會講，佢會寫事故，佢係咪講？特別 dialect 未 ，dialect 是講話嚟講 communicate 嚇呢。That misconception 係一對華人對福建加巴黎人本身等人嘅languages 係哦。有人講 dialect 嘅，我無講去假路，個人講你講唔對本啊。特別我是要講嘅是另外一 sample，要講你聽就是你到啲 clubhouse 係 global Hokkien speakers 嘅位啊。我人有講到，我人即房間就是學無想無想講福建話人嚟講嘅。有人講檳城嘅福建，有人講巴生啊、豆哥嘅福建，有人講新加坡嘅福建，有人講印尼嘅福建，有人特別每成張開嘛，即係台灣嘅，轉住嚟講講每就嚟講拍聲都冇啲啦，阿龍張開嘅正啊，張開個就中國個有台灣個有印尼嚇，แล้ว我諗到嘢是 dialect。That yes, because 嘅福建是係你 dialect original dialect of Hokkien language, yeah. So dialect of Mandarin。你講我是真贊成，你講我是真正 agreement。Hokkien is like language, and then 兩個你冇成每 dialect yes。這裡是講對唔對？就是講這裡是 topic 嘅你 linguistic，不想，這是 part of clubhouse discussion，就是講啦，係 discuss 安尼物件嘛。So，但禮拜冇人講。嚇，這裡啊，但唔是特節啦，你係去 clubhouse 會啊，那塊 discussion，所以當今人啊，那塊 discussion 就是只 healthy 嘅，只 healthy discussion 啊。我都是愛食 clubhouse。係啦，我仔女哋都真正見呢。你係白掉真正 knowledge 嚇，對。你 gain 真正 opinion， 真正人嘅 point of view。你想呀？present 嚟。我哋 present。嚇。你同佢燒到啲係邊個？你試過咧轉過咗，你個燒到啲 clubhouse 試過。嚇。I think 係較好啊，OK， 我都講。present 一下present 哈哦，你看這裡 infographic 都係快啲你看 OK 這裡是 Indo-European 這裡隔了是這裡 family OK 咪看啦嚇 French Spanish whatever 咱去係等人嘅啦嚇OK 這裡是等人嘅 Sino-Tibetan 阿邊話過，你 screen 入邊話過。我係冇啊，真係辦呢。呢個是in the world。sometimes你 scroll 嘅時候冇點等嘅。我 scroll 冇點等嘅。冇好正常啊！你看，你 try 你 share window 係你 share window 係我你點使嘅賺你就點播？Sometimes you share 你 display 喺 screen 一個 accurate， 然後啲 window 你想 scroll 時冇 scroll 嘅。真係奇怪。冇，一個是 English 個。rank to one of the most spoken language 到底。快啲啊！當劍。你話？哇！真係你啊！Let's stop presenting。Look here，你 screen 要隔嚟 present 個知道。OK， 等陣，我將佢查嘅 Google， 查個半面啊，我 Skype 就冇呢。我諗到 Discord， 我是直頭走去伊個 website 看，就看 URL。我這度你話你 stop present 嚇，你 stop 你stop presenting。stop presenting 啊。有 look here 係你 screen 頭先 ，look here 你等人嘅 screen แล้ว look present ตัวนี้條換 window 喎咩？等陣。你內 display 啊？冇啊，我只係 display 呢。你 try 你做 display 你 share 你 display instead of 你 share 你 display instead of share 你 window。等陣嚟。share 你 desk 佢 desktop。都冇 option 呢，意思 just present 嘢喎。嚇？你 present 嘅時候你經嘅嘛？你就 present now 係會叫你經 a window, a tab or your entire screen。你講寫 entire screen 嘅喎。OK，then 做 entire screen 咯。但係你幫大下。
冇啊，我 just 用喺 browser。哈，那有。有看到沒有？我。OK。呀。有啦。OK， 當見咱看咧條。呀。嘛是即先到大別 language。呀。你看啊，伊來 Mandarin 是這邊 ，OK。呀。咱嘅話咧是叫 Min and Coastal Min 和 Southern Min。福建話是 Southern Min。跟南話是 Southern Min。對。闽南，對。所以伊個 Mandarin 就冇一個冇關係嚇，冇關係。伊都唔是 from Mandarin 就係啊，伊是 from Min 嘅 language 嚟嘅。有客家我是個一個 language 係 ，it's like different language。就係啊。So 會明白。啊，安尼可以 visually 就好，就 helpful。伊唔是伊驚嚟就係。我俾佢 visual 一隻伊個 link 是叫咩？我俾佢伊個 link 看。我 present 我 send 到啦。呀，對 ，OK， แล้ว我家己使去 research。แล้ว Clubhouse 咧，ลอง特別 Clubhouse 咧，特別補到 refresh。解開掉Clubhouse 有你特別用嘴講嘅，Clubhouse 特別用嘴講，所以好，我人你有機會，安尼講就安尼看到物件咯。那你在邊啲學見？OK， 咱食暑假好一禮拜一擺啦，咱落 in 一個月一擺了。你若是到啲 Clubhouse， 你到時愛接4點鐘咪起門誒。แล้วสังกาอิงเกาตองอ่ะรู้จักป้าเสี่ยวเองลังสิสำลักซาสิจะจับป้าเสี่ยวเองอ่ะ講話咧。我是看你 crime investigation， 我會去 TV 啊，看你 crime investigation 你兩個 DNA， แล้ว我會去看，反正就是一隻誒，唔是。個呢物件咧，一個只是個看 documentary 嘅，我講，所以伊隻，面你當然去你現場吼，你會使去甲人 discuss 啊，你免去 discuss 不，你免講不啦，你會使去聽，你會使問問題啊。as long 我 suggestion for你去買一粒新嘅 iPad。我想到先咧 ，actually 但是講，我本托卡顯啊。哦，你咪 transfer 咪㗎？你咪等㗎。transfer 嘛，你有 iCloud 嚟啊嘛。一件先。我冇用 cloud 誒，我冇用 cloud。哦，一定要夾咧，尖夾斷咧，自己咪夾硬嗰一股誒，一隻舊獎啊，都一直被搞到斷咗。我一直被搞到斷。我就叫我翁啊去叫伊 friend 是一個 Apple 嘅真正搞 Apple 嘅人啊，來甲我做啊。後面物件買我就叫 Can you call Doug 嚇 Doug 來啊。誒，你特別你會使搞咯嚇。伊會 jailbreak 本嚟嘛。哦，特別你想下 please。免 jailbreak，actually 免 jailbreak，當今啥是有一個 software 你會使 download 了啊，你會使撈你 iPad 講，誒 you are not iOS 12。You are iOS 13。Tapi lu is allow the iPad。lu is delay。lu 特別驚你拎後啊，lu 叫我是吹袂掉。啊那你問我你只物件，特別個有另外一個就是，lu 是當今是 delay 呢咯，lu delay instead of solve lu冇lu是用個上班lu iPad 直接出現了，就冇法咯。你還是你就做咯，還是你是安全物件，個了是被 transfer 過去啦，還是？你樣嘢嘛？佢哋我 customer 人講一個老是 IT 嘅，規隻愛學我哋 BlackBerry，係咪佢哋愛學我？Because 伊人上過學我咧 iPad 啦。呀，碌嘢咧，你 Because 我非常你是個聽人講話，你個是個講話人咧 ，Clubhouse 真係下路咗。下路真係下路嘅。我非常你笑嘅啫，你係直接入是咁即係聽人講話嘅啫 ，because 有真係 club 啲裏邊嘅啫。有，我唔知人家我未看到啊！我有一個你兩知我 Wikipedia 我個background Wikipedia 甲我講，伊講 Clubhouse 上加 walkie-talkie 呢，愛聽時就聽，愛講時就講，愛講嚇，了愛點點聽，咁會使。即誒，你到底是對，你是我看到 Sean 嗰陣時，我看到佢出現，最要講，唔是冷冷嘅。啊，我蕭劍虎。啊，蕭劍虎，嚇嚟，嚇，蕭劍虎你有喎？我是好啊。你有 Clubhouse 啊？呢度是當 Clubhouse 咩？得一個是蕭劍虎。
Adrian。红衫有咯，啲物件诶。哦，我是你是lưu嚟呀？誒，特別安怎聽到我看到你面無相誒？我冇聽到是我看到你是到底你海入邊是你無相面誒？到底位？聽到是你哦喂，你是三麥拉站去劍湖啊？是 Adrian。哦，伊唔是萧劍湖，哦，伊是等我 confuse，等我就 confuse，伊是到底萧劍湖，到底 clubhouse 係萧劍湖，即我想講伊是三百八站配劍湖 ，OK，sorry， 攞掉我攞只湖講唔掉 ，OK，來萧劍湖講，嚟，你講，我是感覺到 clubhouse 是成日咱古早用 MIRC 安尼款，嚇，即係一件channel，然後無相 topic，特別這無相嘅就是講。instead of 用 keyboard 帶人去講嘅，對。你要只隻 topic，你興趣你是個興趣上面 ICQ 啊，是唔是你講嘅？唔是 ICQ 啊 IRC。哦，sorry，我等到 ICQ 先啦。IRC MIRC 你一 server 我冇想嘅 server 你使去 join 下，唔知咩 hashtag 你看呢？古早就冇 user friendly 嘅咯，你咁咪除你 server 名出嚟嘛？嚇，對你咪知嘅知。誒，你每當看你感覺到，你 OK，這是小劍盤本是，就大擺本是大本調嘅，所以你聽話題無相或者除了即係成教人本來學嘅人就在上班時，你去參下咩？我感覺即個 clubhouse 有真正濟knowledge 咯。你想愛聽，後面不會使聽，你愛聽人安怎國家嘅 parenting 嘅本有通聽，你愛聽 politics 人講本有通聽，แล้ว你聽了你愛講本有通講。所以你有意見咪講啦，嚇，你有意見咪使講啦。所以是成個radio 又唔是如果很嘅講，個很 interactive radio 安尼款。特別看喺榜落大經啦，我教明星講嘅話啊，就是屬於明星咧。哇哦，歌星啦，就是講 artist 啦，出名嘅 artist 啦。我有咯，係睇阿Lu個裝。我是許茹芸。許茹芸是咩？許茹芸。哦，你教我講。伊是講佢哋，伊是係咪台灣嘅啊 ？Because 伊台灣真係出名，Why 你係真係出名嘅一個歌星嘅。伊搞當今應該是冇唱歌咧，係啦，伊啱是韓國人嚟嘅，係啦，伊是對嚟韓國，台灣伊過嚟韓國咧，伊被點攞嚟禮拜嘛，係啦，伊啲 hotel room 裏邊開 house 係了，加人上班，係啦，你等一兩。起手去解講故事咯，係啦，我就起解講故事咯。我有屌咋，你起手我有屌，係聽啊，嚇，我哋嚟聽，特別我唔知是裝噶啦。伊個就小事嚟就，我講話，伊唔講我suka聽係咪款嘅歌嘛，一唱嘅歌嚟，比如講我冇咩suka錄嘅，你 mainstream 嘅 pattern，我講suka即條，係啦，佢唔就對話。我唱過，一個未記得講有啦，你都唔知咩？錄就一年要夢裏邊，你講是咩？我唱好似頭歌啊！別人佢而家講有唱過。咧我被講係即係所暫時冇，但我看冇嘅是就是冇鬥嘅冇個咯，鬥嘅你有想會差冇？你是因為，那是講你有 Android 嚟講，你是報嘅差咩啦？我知，因為咱規隻字嘛咧，隻本來學嘅你家己已經到入面咧。那是有。等簡單咯，攞三個字歸我應該讀啊。應該一個字較嘅應該會出了 Android 嘅。我 Android 先啦。你可以簡單隻咯。maybe 下禮拜就買新電話咧，買 iPhone 嘅咧。伊未當啊，就當買 iPhone 嗰種。伊係買 iPhone，係開始哦，伊係出 Android version。
不要緊 Clubhouse 但無 iPhone Clubhouse version 有較久嘛，所以較 stable 過你 Android version 是較新嘛，所以較穩。佢住啊。個住一啲人咧，一啲人，我看住本是即個小輩婦應該是去困咧，了個一啲人個三星啊，上帝我看到上帝啊，上帝就伊就咪伊就好了，我講個物件啊，嗬，伊 message 咚就出來，伊冇講話，特別是我咪上帝會聽你聲嘛，你起來講話啫，我唔會聽佢啲聲。上帝特別我唔知伊個畫面叫做咩。叫會經係一間公嘢，一間另外一啲時間冇嘢了我當見boss 講嚟講就若是講讓接來係讓有興趣嚟講啊，讓特別通知我人，了我哋隨辦法拖人進來，因為我人只暑假有當今成日我早幾禮拜嗬，早兩禮拜我個有加毛毛菇。講伊講伊啥物啊？講前面人嘅世界嚇，啥物？前面人看世界，前面人看世界嚇，前面人看世界。伊往南面冇捌到只別你前面嘅朋友啊，所以伊又講嘅話，佢嚟甲我講話，甲我講哦。แล้ว人嘅細妹咯，細妹講你安怎啊？你係咪咪定定我講嘅凍格嘅食啊？前面人嘅凍格係咪食嘢啊？咧硬夾白是學 deaf blind 嘅啊，แล้ว就仲 modern 個先都冇想食個，係你即 rhinestone 你咩使？แล้วอันนี้คนที่มีแก่แล้วโซ่จะเจว่าเตอีเวนตอนที่หลังในปีนี้เขาเขียนลำบินเถอะ都有真正เจว่าเต講嘅，因為是當時 member 嚟講，攏個使家己開房。不過唔知你不家己開房過喲。But 我家己是開是學見嘅咯。I 講話呢，I 拍角呢。拍角。及雙我蘑菇幫咩殺嘅嚟喎？嚟咧，伊只個做小啊，伊跳個未停嘅喎。係啦，伊就嚟佢講伊自己蘑菇嘅話是。係咯，伊蘑菇嘅話嚟咧，你跳個巴士嘅，嗰時。你佢就講伊愛困，特別阿妹以前冇困嘅，伊講咧唔使困嚟咁整。你大邊個去笑？我係 screen 咧，我上次係看到就一人要去練無上嘅 language 咯。應該是因為我經驗物件，所以 AI 吹出來個咧房間下，lingo 嘅伊房間嗰陣是 talk in English，嗰陣是韓國人開嘅。我唔敢接返啲房間嘅就係，平常時因啲房間當中是用4個人5個人啊，你直接去呢，你就係點名拖到其他嘅。係啦，你買答樣啦，佢就排射咗，是因為現人乜現人。Hello。就一房間較細嘅件。Q 嘅咯。我們想我但所以我跟你講，我是 just dismiss 掉啦咯。我現在看咧，我有成個邊啲學見嘅房間，我較就是我冇講逼亂啊，亂家己開房，亂家己 manage 啊，特別但是我有啲我做檸檬做水柑嘅時候，我可能介紹講咩時做水柑，但是我家己做水柑嘅時候，我家己夾水柑，我夾到水柑嘅時咧，我就加一啲人講，以前你看咧，喺啲 clubhouse 上面要搬大頂 VIP section 頭一排，你學幾隻，這個係時候幾隻一排，了成個一個後尾擺你 general audience 咧，後尾擺就是幾多人嘅，所以你接起一間房嘅時咧，你是接俾 general audience 嘅 ，unless 除非你會講話嘅人，頂面講話嘅人係哦，你有對路，你 follow 嚟 follow 去嘛，頂面大頂人有對路咧，你就走去係你頭一排嘅成個VIP section 嚟啊，แล้ว但是你愛講話是你去手咧，人拖你起來大頂咧，你就去大頂嚟咯。所以你就啲大頂嚟講話是就啲頂面咯。แล้ว中午擺 VIP แล้ว個 general audience 就啲。咁樣水監會拖到起來呢嘛？對，水監咧冇話就叫做 moderator 咯。moderator 係你過磅咯。แล้ว依36沙做咩事叫水監？你真做咩事叫水監？我是水監，我直接聽。OK， 我介紹你聽，佢都你唔知是有真正
咩？真正 normal 正常啊！即係我哋講真誠嘛，然後你只正常嘅，因為依個 icon 啊，依個 icon 係你看到，你看到你 show 呀。依個個嚇，依個 icon 是一地青青一地咧，同五拍一地環環，所以成個一片嘅，依條寫一個裡面是一個 asterisk， 一看起來，嚇，一看起來咧，就是成個一片一地水柑嘅咧。OK，有人叫吧啦，阿你阿妹就叫 green bean 啊，特別對人嚟講是水柑，就係一地水柑嘅就對啦。係啦，呢度冇成個 bean 嗬，有咧阿三辣沙嚇，阿三辣沙叫 green 白蠔，啊唔係阿三辣沙咧個別店咪叫 green 白蠔，green 白蠔我看掉。一隻眼，等下水坑咧，喂鳥，水坑，水坑。แล้ว阿冇就是我有當時我冇叫 green 白蠔，就是叫講白白帶，一看一陣白白帶就嚼嚼淡薄啊，一嚼嚼淡薄，係是斜斜食，我看一陣白白帶一啲呢。嗱，水柑我感覺到水柑是最好嘅咯。誒，等陣小菊花，菊花，等我食有乜是菊花？那乜有菊花？冇，係你菊花是人就係，you know，冇想象講我唔係講 sex 人講嘅，哦，你靠住講成菊花嘅嚇，你係講係 sex 嘅講話嚟嘅。哦，原來我講菊花是會食嘅嘛。佢哋 police 啊，佢哋 police 㗎，我諗 banker 本是講啦，你在 because 係你見，像你寫你 document 物件啲你 file 咗，然後陣時你去割啊，你咪特別凸出來咯，然後你別使寫 derogatory 物件嘛，然後我你就若是講一個，我假是一個你做馬達，迄個人真歹啊，我人就是用安尼款嘅會 sign 咯，一個 asterisk 啊，加一個 A 安尼款，就是 asshole。So 那是講你去割嘅啦，你講哦 ，this must be a typo，這是安尼，佢這是有影嘅，你 police 乜是安尼款嘅？I see，doctor 乜 B 咯，你成個 why are you B 啊？成個人冇啦 A 了要一個拍叉咧，我做嘅，呀，你做隻 asterisk asshole 咯，就係一個 S 嘅字好咯，我哋講你講。人就是安尼講，叫 asshole。แล้ว排是邊排是較坎坷嘛，แล้ว人係你 Google Ad 啊，嚇，你拍字是 document，你若是看到蝦米花，你看到佢咧，你就知講你 customer 是 asshole 啦。暗號，這是暗號，這是暗號啊！我每兩看到啲 clubhouse，我去有啲 clubhouse 人，即係人到啲邊有 clubhouse，你人有感覺到有喊。報上嘅方式，到底係 clubhouse 嘅方式。啊，咱咪講 clubhouse，咱講叫夾厝。真係濟人會拄到嘅macam嘅人，就係我個字叫韓國嘅查某，講阿毛話。哦，Jean。學了嚇對，一學了學見話喎。對。咁準喎。伊就是一入來嘛，即係拍生阿龍無字上，佢呼吸。哎呀，佢再來啊！伊個即係 distortion。係咪咪來先？依嚟隻房間。要嚟看。哦，等我佢再 quick 喂你啊。介紹我問啦，我冇興趣會仔是住住。等陣，啊，等陣。冇興趣誒。冇，伊有興趣，特別我就會 quick 喂，即係 Google Chrome 啫。Chrome。嚇。什麼是貴字？我用 Safari 嘅喎。啊，maybe 我不打會用 Safari，maybe normally 我用 Safari 嘅係。我用 Safari 啊，呢度用嘅。你 just 條係 allow 你嘛？我嘛 join 嚇，等我 join 到。哎呀，個鼻喎，個係咯，講話阿龍，阿龍啊鼻話你接佢 clubhouse 嚟哦。係咯。我唔講翻少少咧。你白啦，喂，audio 鼻好時間咗下。robot 聲。等陣有可能是我係 look back 時我唔知。叫阿森laksa。阿森laksa講話。啊，微博，OK，我暫時我看佢即個YouTube 我看佢先 ，then 我學阿龍到底阿龍你 mute 嚇，你 mute 你邊那個到底係邊講，到底clubhouse嚟講 ，OK， 啊 clubhouse 冇聲誒，我喂，冇同我講嘢啊，就係你係咯，是咯，有人 follow 伊啊。我 I think 我 follow 啊。
no 啊，at no or something like that。意思 Jean no Jean 你念 Jean 你，唔知啊。no 啦 ，NOH。一些 no 啦，NOH。伊花上加是啥？係你 capture 是花，something 青青。有一隻鳥，一隻鳥嚇，對。唔是 cactus 啦，啲滴啊。耶，所以啷特特人係，啷特特人愛出係，冇啷特特人去 clubhouse 要隻 profile 嘅效應嘅嘛。然後你 profile 上面嚟看嘅。有意思的 ，because nominated 是 by video 嘅。啊啦。但係你講出名啊，我是講未必講別調咯。別調出名啊？別調就出名，我覺得聽幾怪。別調咧，個做咗隻 Yasmin 阿媽嘅 project 嘛。我真係真係阿 John 啊，我感覺 Google 嘅裏邊嘅人聽冇對人講話。對，因為我冇 connect 到個。伊也未對嚟。伊也未對個，所以佢哋。伊也袂對嚟，我就聽到伊也袂對嚟，我想到變做 Interstellar。哎呦，個鼻喎！伊也袂對嚟，真鼻喎！我先嚇。對嚟啦。但我再 refine 咧，即係唔是關係個 roadcaster 嘅。唔是 Clubhouse 嘅事，真係。唔是 Clubhouse，我係 Google 嚇 Google Meet 嘅事。Google Meet，即係 Google Meet 就係杜蘭咧，就哎呦，特答嚟。咁你做 Skype 未用咧 ？Skype 是。咁你做哪話啊？佢哋。頂到嘅是因為唔知咧，實話就對。hang 啊，甚至未 hang 啊，未。我一做係 computer crash 嘅事，特別 now already 話佢720啊 ，maybe 會啦。特別依家 intensive 依個 processor intensive。其實俾錢你啊，computer。OK，等等睇下。會啊。Google 人講話話。Something we are doing rent。OK 啊。OK。嚇，แล้ว阿龍你講咩 ？sorry 啊，拍插亂啫。但係你講咩啊？我隨條你。嚇，你講剪。嚇。猥瑣。所以伊接嚟教我講，伊接嚟是我人到底拜過你嘛？拜過global Hokkien speakers 嘛？你係咪是接嚟教我講話咯？伊起來，但係我贈嘅是起來嚇。แล้ว我叫我啲贈嘅經過，แล้ว我聽人講嗰樣就解，就就處邊本就，伊成個有興趣講要學幾句人啊，伊本使起來大頂話，你甲別人講，แล้ว伊講我這條聽嚟，伊講我聽咧，伊聽到時，伊個聽到成個講台灣嘅人，甲人講嘅有啲差唔多像，特別個他是個伊字 pronunciation 個冇咪像淡薄嚇，伊個聽出。伊是做戲嘅人啊。伊是寫，伊是 journalist 嚟。伊寫。嚇。伊寫 filmmaker，伊 profile。嚇，是咯，我是 film person 嘛 ，film person。哦 ，film person 啊。filmmaker。伊成個是寫，伊是review film 嘅成個是。哦 ，writer。你我哋講到特別去笑吧，伊有只興趣，我有講起你。哦，是啊。嚇，我冇講起你，伊講啊，咁是啊。但係我講即叫答波，代表我唔知意思住嘅。你是伊個梅話正正咧牛年物件。哇！伊會曉呢，伊捌來過馬來西亞，捌食過牛年垃圾係咪啊？伊每個解即係解啲。伊真正，because 伊是寫，有時佢是寫 script 嘅話，伊是 writer 嘛，伊係。伊是行咧，伊個是伊是 journalist 嗬，伊每嘢物件真正，伊無像是算每確實呢，伊每嘢物件伊真正 deep 咧 understand 嘢啫，你伊就每啊伊對 understand 伊對成個 sit in as a knowledge for 伊嘅，所以哎呦你頓啊！我梗係背阿什勒山接 clubhouse 啊！我講聽，我報計咗阿什勒山。Miku is done. CUNN is done. Lim tun tun. 冇，伊是念頓。對，是念頓。我搞到念頓頓。阿什拉沙，我報計咗下，我係實講啊，當正講叫我落掉音啊。你那是接掉啦嚇。你我甲講啊，我真正 sure 講你會掉。我看到特大節目啲嘢啦，明。
我未我是迄種行啊大戲哎呀未人來，我係只 addictive 嘅我講，我特別看你一集我認定到嚟，我講夠獎，特到錄音都夠獎嘅啫，你是真正 persistent 嘅。誒，住講掉刀嚇。怎麼是劍小劍會啊？我講下，我 join 咗 clubhouse， 我同你講，我困嘅點聲，有陣是真低。特別你聽下咩物件咧？我聽人講話咯，真 interesting 人講嘅了話題講，雖然我本無蝦米講。因為有真濟道，我是聽人講話咧，我一邊做工，所以我無蝦米會講話。特別我是聽到咧，真興趣聽人講嘅物件，真濟knowledge會比較。好，我想到英國中啦，英國中咧，學我想到伊安怎會用嘅辦法，就是伊會使講 film discussion。So 你人去看一個 film 啊，但是because 英國中有一隻film collection 嘛，有一隻 movie 嘛。So team 嘅 understanding。then 伊使成日講，伊 set 一點就 OK。一禮拜你使做 show 啊，喏，英國中啊，你去做你 show 是 OK。你自個一禮拜一到你開你 room 啦，嚇，你開 room 啦，講 OK， 禮拜會去看下面 movie。然後去看，就是好 week 去看，但你到對來禮拜四，但是你到禮拜三咪做嚇，你拜三咪到對來是 OK，咱這禮拜咱是 discuss，定這禮拜咱看去。Then at the end 是你學一個另外一個 movie，assign 一個 movie，maybe someone 是有想有嚟過節是成個 team related 嘅咯，你自己成個 curate 嘅 film 啊。Then 你使規定嘅人對你看就出去，得到對來起來 just for discussion sake 嘅咯就。你看英國中入邊，對啦，這是 film club，but 你嘅 film club 嘅 boundary 咧是 disappear 咯，你想個規世界人，muốn 會 join 你嘅啊。Then on top of that，如果會做一隻，就是你會使講食物件咯，你會使 discuss 食物件，你會使問人，你會使成開一個 room 講是，我教過會對邊個？會去到一隻 suggestion idea， 哇！我就報嘅路啊，一電嘅人講得起來講嘅路未停嘅。我亂開房間冇人入嚟。你講另外一個 classical music， 是講你 copyright 淡薄 ，maybe copyright 淡薄，係你啦。冇 copyright 嘅啦 classical music。But recording 有嘛？recording still。佢哋 play music 都冇數。暫時有冇數？誒，冇計啦，但係你那是 play。有人拍學線嗰啲啊！你那是 play 伊個 recording 嚇，伊個 label 誒 handle down 咧，成日定住我個幫西拉馬吉嚟講係啦。西拉馬吉有 classical music 是冇嘅。冇，你話 OK so。But in recording 有 copyright。This is a good discussion 啊 ，because 你是講 domain 叫咩public domain does not mean伊是 copyright free 咋，你 public domain 伊掛是 public domain， 你使放。特別，let's say 一個 company A， 伊請 musician 來拍伊嘅一條歌 public domain 嘅歌，伊嘅係 publish lock 起來是 that recording is copyrighted。correct。寫個人寫出 publisher，even though 係 public domain 咧，係你 publisher in 出來 ，maybe 要做 correction or addition。แล้วมันจะ still copyrighted 的。So 都會你嘅 log in 嚇，迄個 recording 是伊本是辦做 public domain 啦，所以你幫只舊嘅 recording maybe 8年前嘅要到可能到冇咯。但特別係你 separately 啦，咱成日試下嘛，即係望 try to record 計嘅 label 講啊，係 separate 啦，佢古冇聽到試下嘛，即係小時咧唔知會每一款啦。So西拉馬即係往時呢，往西拉馬即係熟咧，我就去放一掛咧，使點掛本嚟使 radio 呢看咯，所以咧使接來聽，我放西拉馬即係掛，我放特啲後背，然後人就愛聽，起手起來講俾聽下咪掛，
我是實在熟นะ嘛，攏知我邊度福建。嚇，成個 DJ 咧幫熟啦，往隻 club 嘛。我第一嘛是幫 oldies 嘅掛個了。嚇，特別這人有幫嘅，是講我是做咩事俾佢提起來講，是因為我頭我在明白伊嘅 copyright issue，特別我是我是想講，這是隻 new 嘅 domain 嘛，真係是一個新嘅 platform 嘛，個 close 這beta 個，所以我哋 push limit 嘛。因為 sometimes 就是我去做咩 start，我是想講，特別我幫掛嗬，我正早接落來，我有常常幫掛本嚟變嚟福建，正早是我自己想做電台，我一個 streaming 嘅 service，然後幫人聽人，即係聽兩40人、30人嚟聽。然後我到啲即係我到正就聽講，哎呀，是啦嘛，即係歌，我哋聽是啦嘛，即係講，無我走去佢哋夾嘅開間幫是啦嘛，即係歌咯。你現時幫嗬，該幾人接來都知哦。然後我30幾人接來聽啦，哇！是了，個人就 excited 咯，你起來起手啊，點冇上嘅歌啦，係咪？你冇 excited，你現時嗬臨面度起來講，哦，我 concert 我頭一道看 concert 時我幾歲啊，係咪？到底到嚟看 concert 起來 share， 因為我哋就 big fan 咯，Gina 加咪下個另外一個Joel 係唔知 Joey 嚇，然後伊人就起來 share 呢時我就講。無，我講我未做先嘅 club 因為我用見到嘅 club 啊嘛，一個月會使到啲 clubhouse，到啲一個夾တူ，唔是夾厝，到啲夾厝入面咧，一個月會使開內 club，然後我頂一個月已經開起啊嘛，然後阿未攤開時，我講阿無通真正我入表去開隻是啦嘛，即係 fan club 咯，然後變做只能去開隻是啦嘛，即係 fan club，喺度開一直度人到啲 share 到啲 Twitter 位講。哇！咁老咗呢，佢幫佢啦嘛，即係歌特別咩，然後其中一個 music 只係 season 嘅馬來西亞 music executive producer 看到，然後伊就講，讓人哋看做是 illegal 嘅，伊是你殺啦啦，你幫佢怪 because you copyright 咩嘅，然後咪驚咯。我講哎呀 sorry 啊，我唔知咩嘅，然後我就講我 actually 在是講我 let me do my homework 咯，我講我去 research 看怎做對嘅辦法，所以我就 contact 是啦嘛，即已經在了嘅，在講嚟 club 戶嘅，然後我個都好拔掉 clubhouse 啊 ，clubhouse 拔掉一個人是是啦嘛，即係 personal 朋友嘅，所以我就同意去。contact 是啦嘛，即講 no problem，long play。我講你 label 咧，講 label is I try to put one in touch with the label 咯，EMI 教 Warner Music。then 我講 even though 條河類本好玩咁慣，我是未再講安裝 proper step 嘛，當今 because new domain 冇人再安裝嘛。所以當今你看到兩位接嚟講啊，你看安尼這項物件啊，一點鐘20分鐘啊，講 clubhouse。講到特別，但係啦，我是 actually 其實我是隔隻一人講啊，邊啲福建啊是10幾年整嘅 clubhouse，因為啊，嗱500個人係哦，隔了幾世界500人，隔了，咱一禮拜一道，一個月來一道，咱做一錄音。咱 original podcast 嚟唔係咩 ？original clubhouse。你最中意我特都是行啊，但係阿音特別啊，我大即係邊呢福建啊，我真正。loyal 就，我感覺咪咕 attract 咗一 different personality, very interesting, eccentric 嘅人。我係 attracted to， yeah, the very strong character, you know， 你話 quite intelligent, you know， 你話熟㗎，安尼款嘅人，你會 exchange idea。對，但係我熟。你人個真 open-minded。嚇，咱無講，咱 even though 咱 disagree 啊，咱會好好講咋。咱無成日講，哇！咩未熟意啊，咪啊，踢啲出咧冇。做朋友啊！你諗啊，伊愛做朋友啊，伊朋友甲咱上甲伊啊，我感覺真正 boring 啊。我想你方面啊？伊愛找朋友甲你無相嘅，你無你甲會無相興趣，我做物件無相嘅。興趣無相嘅，人嘅想法無相。你若是講特到想啊，你咪搞好一時見面話較會。我嚟做咩咯？我就是I absorb 物件 you know improve 你家己了看，大無相，了無相，了你看人嘅想法。
就是但所以特人講，做咩事你呢suka看咧？有咩 serial killer 啦，迄種 fraudster 啦，安尼款物件。我是也 suka 看嘅，就愛看伊人嘅 psychological，安尼數伊人愛做安尼款嘅物件。你是小人會笑，伊笑。你哋明白，嚇對，明白。伊看伊人方面啊，咪安怎看？安怎看伊？特別有個人買我，伊嘅朋友甲我是相嘅，我感覺安尼款嘅位啊，但所以我安尼款嘅位啊，我是袂去。我就跟你講啊，我頂位置是咱講嘅時候，頂位置是，因為是咱是這是第3禮拜啊，咱是到啲 Clubhouse 要辦，頭一個禮拜。頭一個月咱錄音嘅時辦是步步嘅啦，人哋係話 cable 又未來過。你一當第2禮拜是咱就是參錄音，我第3禮拜是，哎呀，到底哪樣喎？即刻被困過啊！把你水咁冰減糖，減糖，你講唔掉。我愛講正啦，別個講唔。係啦，我明白意思，特別笑未掉，減甜。誒，我諗這是第3個 topic 呢，第4你也未來過啊。也未來過。誒，喂，我未錄當反正錄到正來啊嘛，把你時間變減甜，對。做咩就買正你正嘛計？我想裏面啊。OK，我有 reason 你 OK。嚇，來講。即係我有理由嘅，因為咧，你話車呀？有幾那嚟個別店啊？嚇。有幾那嚟個別店，我甲伊講正啊。以後都無糖嘅，你知啊？就喺度講。我真係我咩？我講係正啊，你講那是你愛減啲，你講減。哦。對唔對？嚇。哦。咩？安尼啊？個別店咧，個別店咧，我叫佢，我叫佢。誒，特別有影有道理嘛？誒，正就是無糖嘅意思嘛？哦，是啊。無味素，跟叫正嘛？唔是無糖嗎？買料。啊，買料。我無糖，一個名我係講，我問你仔女正是蝦米？我講，誒掉本啊掉。啊嘛。掉本啊。我係想我家己未明白，你家己做 decision， 我一個無糖。掉本啊！你天時候爽嘅之後啊，爽嘅意思，個爽是啊，減甜啊！我係是正是意思講是減甜嘅，特別我講話咯，係只我你對我嚟講，我們是感覺就是正是減甜，特別老實講啦，你講正嘅意思正，但面是意思怪，冇味素咯，嚇清，因是清嘅咯，冇味素。會曉？啊，較濟唔是叫減甜。嚇，較濟都是減甜嘅，所以佢哋過咗佢哋 incident 啊，佢哋一個 incident啊，我對去別個別店，我甲伊講正咯。啊！我甲伊講減甜哦，你講係咪事無講正咧？嗱，你們條命，嗱，你們條命，係是會使減個別本嘅嘛。派做人嗰陣而家派做人。辛苦。誒，我咪，你就話講到咩話題哦？當今啊，把你水咁冰買正買甜買減甜啊減甜。我特別唔使所講減甜啦，咪講正。嚇，減甜，我咪明咯。即係你 short 第一名是叫做減甜啊，啊，你減甜，我你知話題上面有當game Clubhouse，所以我當講到 Clubhouse，特別我諗把你個 coin 嘅 term 叫做夾厝，夾厝，嚇。你們講可聯想，我嚇係，你知有咩事？人哋我諗我俾做較 mainstream 嚟講，咱講夾時個淡薄錯攞嘛。你我講俾較書本呢？唔啦，我其實冇啦，我到錯攞時間呢。冇啊！我未講下書本咧，我就叫夾厝。特別夾咧，我唔是有啲膠嘅夾，或者是夾講話夾啦。特別聽起來個成個夾厝，啊夾水夾。有夾厝嗬，夾厝個上架係你夾嘅厝，成個膠嘅厝，你在膠嘅厝是一間一間嘅嘛。因為是上架人嘅 Clubhouse 上面冇成個 room 咯。對。有意思。所以變咗夾厝啊，當劍。誒特別阿龍走去到落去。
我幫你幫每物件執保險。哦，係龍啲，龍聽到講過嚇，所以我咪รู้啦，แล้วก็น่ะสี咧กับเสยกับ小กับ皮กับแล้ว會講กับ是啷時叫做กับ處是กับ處啊，กับ處。我邊度應該辦嘅咧，及時咧及就掉咯。及啦嚇掉啦，所以咧特別咧睇是咧是及處還是及處？及處嘅掉啊？及處咩？嘅是及處。及小嘛？及小及處。及小所及處嗰啲嘛？及處。哦，及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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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 pigeon house。及處啦，及處 OK，嗱 formalize 係及處。OK，แล้ว我ไปมือรู้ล่ะปอกัมตีรู้我ไปมือความรู้รู้唔是กัมตี我ไปมือรู้ความกัมตีรู้感覺到รู้接嚟及處怪古本啊嘛รู้啊點รู้一個啊幾個係時參嚇，喂，你 February 12你 join 啊？我看你 check 你 profile 啦。February 12啊？嚇。February 13只 February 13只。嚇，我看到你名，你 profile 底有寫你幾。我 about 2 to 3 weeks。所以你參樣，你感覺點安怎呢？你嘅 opinion 對這個及處。good 咯，我 suka 咯。嚇，你係咪是 suka 咧？講下。我係咪是 suka 啊？因為咧我學到只咯。哦。我特別點樣困咗話咯。咁樣講上話誒，咁樣講上話，點啊你？因為咧，你翻嚟時間咧，有只係你，我 join 係你dog lovers 嘅 club 啊。哦。我係搞是有淡薄 OKU 嘅啦。哦。唔是 OKU 是 KKU， 不 AAKU。Oh BKU binatang kurang upaya. Kelainan. So hale dog lovers club ilang ucam jadi advice saya kikimui lang. Oh. Ano bigyan lo len po may sa lullaby club dulu na. Ha, 對。唱歌呀。一人唱歌 whisper， 你可能就學嚟聽啦。哦 ，ASMR start 嚟啦。係 astronomers and astrophysics 嘅 club 啊，都是幫咩殺嘅。一人講 about the stars and the galaxies。哈 ，Patrick，I mean，anh có tiếng。anh có tiếng。ngầm lúa。And the space bộ ảnh á, bộ ảnh á. So, cha song hay theo chả phá bộ ảnh á, chị tao gì? Chả phá bộ ảnh. Tapi daytime wa look forward to lulang sound check then Penang Hokkien Club then lulang random rooms wa bo mi tham gia parang rooms là actually local 嚟啦是lulang只天都你看呀中秋lu bit Jin Jin咯，但係嗱，你每減啲你白 Jin 嘅Jin 啊，韓國雜啊？哦 Jin 我是個黑白嘢。哦，是上個 bit through bit 啦，哈。是。所以安尼。因為那教會就是一起來嘛。一對一朋友嘛嚟先。教會就是即個減啲出去嚟大頂講拍角嘛，我真係。係咯，你看到我個困手嘅時候。我個困手，你別起來問件，你別起來。阿 John， 我準備走了。OK，應該點？我到底夾處看路啊，夾處。OK，拜。阿 John 走了。好 OK， 道哥拜拜。道哥那是你俾 iPhone 呢是俾抹顯示กับวังกอง啊，วังถอด最大。OK， 拜拜。แล้ว差唔多4點半正啱冇咩笑大แล้วแล้ว所以那是個再講啦，那是讓有興趣來講係是你已經是 Clubhouse member 咧，有可能我報嘅你特別是有邊咧學嘅人聽講係是有 Clubhouse member 特別唔知嘅。
唔知有邊啲福建嘅會 club 個。有陣時你對無你對人你 topic 啊，對無相物有佢你就係講白了有白了 activity 你會知嘅。所以就是講，咱有嚇，咱會使去伊個 club research，咱有 clubhouse 有夾厝人嚇，夾厝人你會使去伊個 search 去吹咧碰鏡去吹啊，拍入檳榔落去呢，出來就係啊，檳榔福建啊，一度出只隻我即係 club 隊出來，你拍福建啊，先你拍福建呢，檳榔福建啊出，你 global 福建嘅 club 滿出，一度你就使去對咯。แล้ว有嘅人你使去看你朋友嘅小英啊，แล้ว你看伊接係咪 club 咯？啊，即係對樣。嚇，你使訂伊嘅啲 club 去看伊 club description 先。你訂伊啲。訂伊啲是粒是粒。呢都是伊一粒一粒嘅呢。誒，我計這粒，嗱我實葡萄呢。係咯，計這粒嘅。嚇！有個人嘅兩粒呢，有個人嘅只這粒，我計這粒實葡萄呢幾個啊？幾個？有人講是，你話自己個按夾未停，嗰時你自己個按夾未停。夾未停。夾啊嗬！誒，你看夾可應該是夾處嗰條。哈！你看你講嘅標準是上咧。係啊。嚇！你梗係搞夾呢？你講你梗係搞夾嘛？你唔是講搞夾嚇？對。嗱，你看這裡是阿 John 嘅粒。阿 John 嘅粒，嗱，你看我幾多粒？到底係俾我5粒啊？我自己嘅。有時變咩？幾多粒？減啲變蘿蔔了意思啊。嗱，頭一個是邊啲福建咧？第二個是global 福建，第三個是 soundtrack，第四個是 Shilamaji fan club，第五個是我唔รู้講去做嘅broadcaster。我寫咯，broadcaster。一家 famous 嘅，我只滑蛋，我只滑蛋。滑蛋。我是特登我接嚟 clubhouse 啊，特登掛住錄啲其中一個房間嘅。特跳舞嘅。我只把小英。特登有意味啊，個別嘅有意啊 ，soundtrack 有意啦，特登有意。特跳舞嘅，我只把冇事做。你只把無用。我真無用嘅，是講我看有當時我是聽呢，是講我去你上去啊，我就接到呢，就是做啊，互我一地時間了，แล้ว我咪是往時我感覺我未講話，咪是你看朋友俾聽呢。冇啦，你跳喺個人講按照跳帶嘅。係咪嚇？但係你講咗，哦，對，就我話你而家教到音啊，即係別使講，你雖然你即係BKU 嘅教得呢？嚇，我係 BKU 嘅教，聽到你唱歌。哦，歡喜，看到你歡喜。伊唱歌。哦，細人。我買咗一隻舊上我買咗啦。哦，幾時？你幾時你啊？哦。一隻我買咗誒，我對嚟就哦。separation anxiety 啊。慘咯。係咯。哦，等陣你。別使講你就是不知啷嚇，啷那是講接嚟講啦，啷把你先參啲急處。但係我聽到咁啲。把你是咁邊咁啲 ？OK， 阿龍後鳥講，你講嘅調夾處嘅調，唔是夾處。夾處。你一條變調是嚇？水是無相關。我頭擺調，我就歡喜。咁調都好調。阿龍啊，按照意思就冇變調呀，能夠搞夾。冇，意思關應該嘅音。多頭餅咯，但是你用啲一個 word 嚟變做頭一個字嘅時，伊嘅音係多頭餅咯。哦，你搞夾，你只搞夾，嗰時只搞夾，專門屬夾未停，專屬夾未停。嚇，夾未停。所以 original 是夾咯。對 ，original 是嘅。所以兩家處嘅話咧，一定要變關音咯。哦，夾處。哎呦，成個學嘅係千你啊！成個一格安尼，我兩陣時講隔頭勁，你講隔頭勁，唔是隔頭勁。嚇，搞！哎呦，跳舞呢？食緊啦！即係講學嘅話，人唔制咯。actually，人是真搞。人主人。人就主人。對，人主人。
所以有時候學嘅話是冇用啊 ，actually 唔對嘅。很 complex， 那就學習。OK。一隻 email。對，你個唔是音呢？音嗰度變看到呢度啲頭整嘅後背就。是到頭整嘅後背成行開，我話是。特別你特別笑啫，你特別笑啫咯。你看成個阿龍講咧，同埋咱在阿龍後頂，伊知只隻，伊捌只隻物件好。你有當時成個伊會問講，咱是同埋伊是會甲咱講是講，咱是講你搞夾還是搞夾你你看啲物件好，你到啲 clubhouse， 你到啲夾厝嘅位好，你會使到啲房間嘅是每人，即係濟人房間人，然後你 input immediately 就。對啊。伊現條就甲你講，即就是邊個學嘅，伊單你就甲你講。單，即係邊個學嘅單。伊單你就甲你講啊。伊單是乜話嚟嚇？伊 definitely 唔是學嘅話嚟。娘，按照你應該學嘅話是冇嘅。有人講爛。冇啦，有人講爛本嘅。你換到話咁太冷咯。哎呦，走聲，就係你走。流汗。學嘅話是本地嘅你。你冇吹氣嘅人啦，冇吹氣人。哦，流汗啊。爛，有人講啦。特別我是叫單啦，單嘅意思就是很現實的，佢講。現實嚇，即係換下話㗎，單。換下話。如果咱人夾別人嘅話嚟講啦，咱佢單。伊變用做一個關嘅，伊變掉咗，你人就歹。不止是，咱會講咧硬到啲，咱開隻房間，伊房間嘅名，是硬。你講。哦，講係啊，我就講。阿威斯你就是講。哦，講。我各位嘛講，你阿妹是講，你是講。Yeah, the grandfather disease grandfather 才講咯，講。冇，我成講伊講 grandfather 講前日才講嘅，喂，哎呦，我驚。唔是 grandfather 講，有一個癲。下咗伊嘅頭，我知，係咯，伊所變咗講嘅。對，伊變講，唔是講咩講。誒，成個咱跳過嗬，咱做就係 unison， 咱 unison， 但係咱做就係講嚟阿龍嚟1、2、3，咱講1、2、3，咱1、2、3講下一句 ，OK，咱講 unison 啦，講下一句。哦，嚇，1、2、3，講。唔是講，你哋講到啲講嘅頭，講，講。然後講起講啊呢？唔係，對，講起講。我係係講起啦。我是按照講嘅，我特別有加一句解。我講。嚇！我講嘅是人呢，講。講，grandfather say 啦 ，grandfather say， 講，伊講你癲啊，講就伊講啊，講啊。Water scoop。啊，講，講。哦，講加講 ，OK。咱嘅福建話係 beautiful 呢。係啦。特別這個是 universal 嘅。呢個是台灣、中國嘅腔，咁樣是會用嘅。哦，你講台灣嘅腔好啊？是樣咩？哦，要麼是咧，要麼是講，我希望就係我講。
ยังช่วยอะไรเชียอันนี้กวนเนี่ย那就是啦，ยังไงการกวนเนี่ย对，伊样成个咱起笑啊，咱是咁大第四樓，咁大第八樓嘅。OK， 起笑哦。當今咱講啊，咱講個一邊成啊，一個禮拜特別嘅邊呢，就是大媽走去了英國中加豆哥加阿三六沙半鹹甜後條阿龍個有鹹糊三百八針配鹹糊加鹹水甜。個有 clubhouse 入面，我嘅夾厝入面，夾厝嚇夾厝啫，夾厝入面嘅，試過對 confuse 但係夾厝入面嘅朋友就是個在博鹹啲個知道，然後個有小劍湖後啲阿龍加巴黎水甘冰賣鹹甜。甜啲啊，有咁嘅咧。然後咁未使講 ，OK？ 安怎你落西蓮冇起來落西蓮？落西蓮，安怎冇接來啊？對，咁悶咧？哦，我名就是落西蓮，特別啊！你幾節啊？我未放晒喎。羅西蓮，我咪你個講了呢。羅西蓮不要緊，你hang out就往另外一個 topic， 另外一個話題話，我諗俾講囡仔細漢時佚佗嘅嘢。佚佗下面。羅西，你我學你。梗係水咗咯，羅西蓮。哇，水啊！應該喂，你是水雜喎，有人嘢喎。水雜喎有啊。水波，咩啦？羅西蓮嘅好聽啊！你雜波水水，你名就歹聽嗬，是真夠硬嘅你看呢。羅西蓮是咩啊 ？constipation 啊？唔知啦，我覺得伊名對名。老西仲是 constipation 啊？老西蓮係啊，不過是羅西，來一步西到啲嘅羅西蓮。我就講你叫我老西蓮。老細，哎呀，等陣我咁樣講句話，特別嘅變我俾寫你試試英國中豆嘅，英國中豆西嘅，英國中豆嘅，三六三半鹹甜後條，把鹹水甜380配鹹糊，個小鹹糊，巴黎水鹹冰鹹甜แล้วบีไซกองกับหล่อไซเหรียญกำเสียอะไรไป再見拜拜拜拜OK YouTube 喂冇個嘛等 YouTube 即是我 recording 了啊 recording YouTube 嘅人咧到底這邊都手邊嘅但頂一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咧正手邊嘅但咧定看定聽但係就正嘅好我現條錄音嘅時也是放新嘅episode 是一對通知啦一對俾邊咧學見啲出充幾條呢嚟浪係咪辦機去俾頂面鈴鐺一對嚟浪拜拜